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文，是鲁万达大学教育学院英语系4年级学生，今年24岁，学习汉语已经3年多了。我演讲的题目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观念来自于古老文明的中国古代思想家2500年前的孔子在《论语》里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其实就是对天下一家的最好诠释。250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不仅是对中国大思想家孔子的继承和回应，更是在互联网时代共享、共通、共荣基础上实现全世界的共先、共建、共享的共同目标。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社会早已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在这共同体里，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优劣，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们既共同欣赏日升月落的美好景色，也要一起面对世界上各种灾难和纷争。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病毒不分种族，也不分国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世界各国都必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挑战，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相濡以沫，共度时间。天下一家，就是把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看作来自于同一个大家庭的不同成员，让我们以汉语为小，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